观众朋友晚安，欢迎收看1月16日公司第几台 AM 新闻，我是楚欣。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今日加7站带病入境，检疫着1人1户，有民众已经预定集中检疫所，入境却无房间通大。汤市议员王浩宇罢免1站，同意票超过84000外票，通过标准确定罢免。 前总统陈水扁的母亲陈丽心昨下晡因为肺炎引起败血症病逝，食到94岁。咱台湾今日增加7站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，也自昨开始入境居家检疫的民众要遵守1人1户的规定。指挥中心也提供1500间集中检疫所的房间，要予民众预定。但所有民众出门好势，不过无房间通住。指挥中心表示，这是基座有变动，立刻提早入境所地。 国内新冠肺炎新增7例境外移入病例，85、86拢是菲律宾籍男性移工，87例是罗西亚籍男性今年1月初来台工作，88例是印尼籍男性移工，89例是菲律宾籍男性移工，85例是本国籍女性，是817例同齐自美国返来的家人，851例是本国籍男性登记伫南非工作，今年12月16日返来，个案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有漏，后来自费采检才确诊。 也抽血验它的抗体哦，它的 IgG 是阳性哦 ，IgM 是阳或阴性哦，所以目前研判起来这一例它应该至少发病4、5个星期哦。 因为国际疫情越来越严重，为15起防疫政策加严，入境后伫厝检疫者需要1人1户，若无相关开罚15万。也毋过，新制上路的头一天，就传出有预定集中检疫所的旅客无房通大的情形滞留机场。对此，指挥中心表示，主要是航班变动，地区部分民众提前入境，经过核对资料，最后拢顺利大入去。 昨天有受到影响的哈，大概有12人，有这个提前入境啦，哦，那因为我们最近这个整个这个 COVID-19 的疫情，所以全球的航班其实都一直在改变啊。根据指挥中心统计，1月12到15入境，自费使用集中检疫所有232人，拢总接到39件民众咨询电话，其中系统问题有1件，13件是民众因为改订防疫旅馆取消集中检疫所订房。 其他案件大部分拢是民众改入境时间申请提前还是延后，带入集中检疫所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新制上路头一天有3名旅客无订好检疫场所就入境，好加在3人伫机场拢订到防疫旅馆，所以无人受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国际疫情。 为着防止变种的病毒愈传愈开，英国宣布自1月18开始，所有入境英国的外国旅客拢要隔离10天。也世界已经有超过200万人因为武汉肺炎死亡。但放射废水疫苗要减少欧洲以放射的数量，这战引起不少欧盟国家的不满。 受到变种的病毒影响，英国的新冠疫情依然真严重。15依然有55000人确诊，将近1300人过身。英国首相强生15宣布，会对当地时间18透早4点开始，把一切国外入境的旅行走廊拢关起来。所有入境的外国人士拢必须爱强制来隔离10天，除非第5天了采检阴性，才法度放行。We will be stepping up our enforcement, both at the border and in country. And it's vital to take these extra measures now when, as I say, day by day, hour by hour, we are making such strides in protecting the population. 英国去年热天开放旅行走廊，方便予当时疫情较轻国家的外籍人士入境了后免隔离来检疫。不过，这阵变种的病毒快速传播，英国必须取消旅行走廊的做法。英国反对党议员批评强生政府动作真慢。On the travel corridors, I'm pleased the decision has been made, but I think many people will say. Why on earth didn't this happen before? Many countries had taken this step before we did. So, right step, but slow again. 英国这阵确诊总数超过332万，将近88000人过身，是世界第5名。离将近1年的疫情影响，全球过身的人数也是15正式超过200万人，其中美国超过39万人过身，第二多是巴西超过20万人过身。尽管世界各国拢开始来注射疫苗，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第二大确诊的国家印度，16月开始注射疫苗。
不过包括英国、南非、美国、巴西，拢出现传播力更加强的变种病毒。注射疫苗必须要加紧。根据统计，以色列每100人内底有25个人注射疫苗，比例上悬；英国15个人，美国3.4个人来注射，拢真无理想。而美国的辉瑞疫苗传出，该公司正伫提升比利时厂房的设备，而伫完成测试甲审核进前，该公司在1月底到2月初对欧洲的疫苗供应量会减少，引发至少6个欧盟国家批评无法接受。不过辉瑞随后向欧盟保证，今年头一季所讲的供应量，拢会如期来点交。公司新闻经完请编译。继续关心国际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，捌访问咱台湾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已经向美国总统 Trump 请辞。阿扎尔表示，民众冲入去美国国会引起冲突，等于是攻击美国的民主制度，佮有和平转移政权的传统。挂喙暗为美国军机行出来。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去年8月初9领团访台，是台美1979年断交以来访台排数上悬的美国政府官员。继当天伊挂台湾坐喙暗，政见总统蔡英文强调伊带来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的友谊，并且俄罗台湾的防疫成就，献出民主价值。Honored to be here to convey a message of strong support and friendship from President Trump to Taiwan. Taiwan's response to COVID-19 has been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in the world, and that is a tribute to the open, transparent, democratic nature of Taiwan's society and culture. 伊推崇民主价值，根据美国 CNN 报道，恐惊因为民主价值受威胁，提出辞呈。CNN 拜国公布卫生部长阿扎尔写予总统川普的辞职批内容，批信日期是1月12日。阿扎尔写道，国会攻击事件对美国的民主甲政权和平转移的传统是一种攻击。伊恳求川普总统明确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。I, Alex Michael Azar II, do solemnly swear. 阿扎尔也伫批中提起，川普政府达成的成就之一，包括快速研发新冠疫苗，拯救真济的美国人的性命。不过 CNN 指出，这款的讲法疏忽政府无法度量早有警，后来造成超过39万美国人死亡的事实。另外，阿扎尔也表示，将继续留任到总统当选人拜登伫20号举行的就职典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昨透早，印尼发生规模6.2千赞的地震，目前所在尚无有45至67人不幸，820人重轻伤，15000人有路无厝。因为灾区的车路、大桥拢毁坏到真严重，救灾机器佮大欠缺，地区抢救的工作艰难非常。印尼15大地震灾区苏拉威西岛上的米特拉病院，原本5层楼的建筑，即马已经倒平，当地救援人员16确诊，庄仔厝下中已经无任何生还者。Mitra Manakara untuk pagi ini kami akan melakukan clearance area, kita akan memberi label bahwasanya Mitra Manakara sudah tidak ada korban jiwa lagi. 大地震过了后，救援人员为马特拉病院的庄仔厝下中顺利救出生还者。不过，上尾仔确定这间病院有8个人不幸罹难。印尼苏拉威西岛当地时间15透早1点半左右发生类似规模6.2的千赞地震，16透早佫发生规模5的强烈余震，好在在无造成进一步伤亡。目前当地已经超过300间厝倒去毁损，15000人无依无靠。就连当地的2间饭店甲省政府大楼也伫大地震中受损，当地居民希望会当赶紧得到政府的援助物资。Supaya secepatnya ada bantuan Pak. Berupa apa itu? Semacam bayi, popok, susu, makanan terutama. 南苏拉威西省长15省委空中郭建旺在来现场了解灾害，印尼总统佐科威15已经指示内阁相关部会甲军方协助救灾，也呼吁灾民冷静。Saya atas nama pemerintah dan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 menyampaikan duka yang mendalam atas korban yang meninggal dunia. 因为灾区另外道路甲桥梁拢严重损害，当地佫欠大型开挖机区，加上天气无好，已经严重影响灾后抢救进度，不排除罹难人数也将继续升悬。公司新闻经关庆编译。快要转来咱台湾，
咱台湾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了后，中央推出台湾猪的标准，不过政策节实施问题不断，标准的公信力引起质疑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，做法无够斟酌，就要好好检讨，赶紧改进。也台北市长郭文地搁再大力批评，认为标准爱管制统一版本。来到台中办新册签名会，身兼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铁，甲伊的爸将面对面来分享将伊的过程。也阁身为台北市长，面对台湾猪肉标准之乱一直摊开，郭文铁讲一开始就感觉袂有效。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效啊，因为那标章太多了嘛。你通常要控制这种标章，一定要管制嘛，才一个版本嘛。那版本这么多，要怎么用？还是要沟通以后啊。那通常你先跟大家沟通，看哪里有缺失要改再改。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中15号讲，推动台湾猪肉标准有一寡分了的深刻来检讨，和所有的管理审核机制转来到农委会特务处来处理。也阁新法度挽回公信力，意外引起质疑。而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表示，万事起头难，而做法有无够严密周延的所在，应该要好好来检讨。万事起头难，农委会求好，但在做法上如果有不够严谨的地方，应该要好好的检讨，加速改进。苏贞昌替农委会讲话，不过强调用真紧看到成效。政府每家拢公告进口的猪肉甲相关的检验严格来管控，商品的标示清楚，互大家会使清楚来选择。希望猪肉标准会使重新互民众有信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前总统的陈水扁的母亲陈丽欣昨下晡因为肺炎引起败血症，直接器官失去功能来白逝，才到94岁。陈水扁表示，袂有告别式，加济简单办理。殡仪馆内底看到前总统陈水扁老母的名，前总统陈水扁青纱伫广播节目才讲到老母身体状况，无想到16早起就伫面册甲赖顶面表示，老母因为肺炎引起败血症合并多层器官衰竭，15下晡5点外过身，享受94岁。而陈市长也伫面册发文来思念阿嬷。去年来拔刀大医疗，状况就一直不好，急转直下，伊讲要困。那在睡梦当中安详来离开，也没有痛苦。我想这个是他最大的福气。阮老母都有捌记，但也写这2、3事，但是伊知影，拢总是欠人的孝单就对啦。就是细汉就安尼大汉，伊甘愿少钱互我读册。就算借钱到日子嘛，要互伊读册。陈水扁对着老母一直非常的感激，甲老母的感情真好。而前阵也传出因老母有失智的问题，已经袂定咧陈水扁，也会感觉真艰苦。这阵后事也伫咧准备，陈水扁中昼也拜托人向媒体表示，16是会出现在殡仪馆。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，他就像很多台湾的妈妈一样，辛苦一辈子。那现在高龄辞世。我们特别对本妈表示敬意，也请陈前总统和家人要节哀。除了苏贞昌，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这民进党人士收到消息了后，也拢在第一时间向陈家来致哀慰问。陈市长表示，因阿嬷在死前交代，后事简单处理就好。加上疫情的期间，所以决定敢若举行简单加细了火化无办公祭，也完成各界的花篮甲纸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桃市民进党籍议员王浩宇罢免即战今仔日登票，结果同意票超过84000外票，通过罢免标准，王浩宇罢免确定。民进党发言人表示尊重民众行使罢免权的结果，王浩宇也伫面册刊文感谢所有支持伊的朋友。知影罢免案过关，自下昼开始，就伫霸王总部等开票结果，民众欢呼也放炮啊庆祝。桃市议员王浩宇的罢免案16进行投票，下昼4点开始，选务人员一票一票抢票，也有民众带囡仔伫边仔监票。中选会公布，选举人总数有32万多人，罢免点还需要达到81940票，同意票数爱加过无同意票数，罢免案才会当成立。为阿嘛同意票超过底限，罢免案过关。根据霸王总部有告。这摆投票率大约2成8，被罢免的王浩宇选择无投票，结果出来也无回应，对于罢免案另处理。政治人物的这种言论范畴，到底它的规范的界限在哪里？因为他已经做到一个顶端的了，就一定要来投啊。
因为投票日出日头，部分投票所出现排队的人，国民党在地立委罗明泰也出现投票。投票地数良好，也毋过伫中立国小投票所，因为路口等的时间、地数通知单的地点甲实际入口无同，互民就不满。到医院看，因为怎么没有开门，然后再问人家才知道是在这地方。说大家绕一圈，有不太敢进去的时候就走了，算了走了，不好找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有点技术性的，好像不让人家投票的感觉。另外，也前立委陈学生伫下昼完成投票，伫面册发文表态，家己投罢王一票，虽然后来修改文章，有关有违反选罢法之嫌，将可能处50万以上500万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也高雄警察局长甲台南警察局长两职位，去年7月将换人担当，但人事搁再变动，今日交接。高雄警察局长由刑事局长黄明昭接任，台南警察局长交警政署主任秘书彭永玲担任。对家己老师，也是前高雄市警察局局长刘碧良手的接过印信，原刑事局局长黄明昭正式接任高雄市警察局局长。3日下晡，市警局办理交接的仪式。治安工作跟整个道路安全的维护，那事实上有很多创新的做法，我要特别代表市民表达感谢。但期迈感谢刘碧良半年来对高雄的付出，并且希望新局长黄明昭能在新的职位发挥所长。连祸大街常有这个扒窃的这种案件出现，高雄市有几个风景点也都是交通的问题，也是我们要重视的，这是我们一定会提早来规划。黄明昭表示，刘碧良为伫安拍良好的基础，伊会跟随。另外，台南市警察局局长上款在下晡交接，由原警政署主任秘书彭永玲接替詹永模担任局长。李15在总统蔡英文参访台南的行程提前出现，视察维安特群。感谢詹局长对于台南治安的努力所做出的贡献。那么，我们也期许新任的方局长能够这个以台南的治安为念，尊重基本人权，那依法行使职权。因为彭永玲过去捌伫太阳花学院的时阵，率领镇北部队来处理群众这争议，评价好歹拢有。李慧英表示，伊只是效忠国家的法令。警察是国家的公务员，警察效忠的就是国家的法令，忠于国家是从以前到现在，不管是当学生从事警职，一路以来都是我的座右铭。高雄甲台南的高阶山警界移动传出换人的消息时阵，确实引起袂少的猜测甲不满，因为两位前局长拢是去年7月才拄接任，想袂到半年了后就换人，地方首长甲民意代表无奈，也只能尊重中央的决定，期待新的局长继续为治安来努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闻的报尾来看两位少年家以自身带伫社会主体的经验，设计一套小解社会主体的倒仔耍，利用角色、利用辩论、利用趣味的方式，让民众更加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体。为什么租金要这么便宜啊？住进来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啊？两位青年创业的少年人，用家己带伫社会主体的经验，设计出一套了解社会主体的倒仔耍，出题目，互参与者徛伫无同的立场来辩论，互大家熟悉什么是社会主体。像以前的平价住宅，或是像国宅那样，他们会以为那个是可以买卖的，然后或者是什么像海沙屋啊，一些比较不好的字眼。我们是让他们重新认识说新建的社会住宅。它是跟以前有哪里有什么不一样？赖天珠即阵搁咧读台大社乡发展研究所，伊对2当前开始注意倒位的社会主体，特别起好啊，所落来就伫附近放活动，用这套倒仔耍参居民办暖，过程中嘛发现报名参加的人，其实中年以上的人颠倒较侪，就是60岁以上的人，他们。有的是就是自己有房产，然后他们抱持着一个关心台湾社会发展的心情，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。然后有的是因为60岁以上，他觉得租房子的条件很困难，所以他希望可以了解更多有关社会住宅的面向。另外，因嘛发现，真侪人对社会主体的租金、甲通大的租约年限2项上挂意。有学者嘛表示，地方政府应该用租厝者的收入来决定租金收偌济，唔通阁用市场行情拍折的方式来遵守租金的标准。记者陈雅文、曾佩文台北报道。
新义儿童动画奖今年第12届，其中儿童创作节得133项由各校学生所创作的作品，有30项入决选。议题包括文化运动、环境关怀甲生态保育、展现囡仔观察，佮有结合无同领域合适的结果。师们是风师爷，请问主人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？我家遭了小偷。为了以家纸动画影片呈现大家有家己个性的风师爷，帮助主人找回环保展开保卫家园，并且建立感情的故事。去年后来新北市大关国小这名册班上的7个囡仔，会当讲逐工拢到学校报道。一个动作要拍一次，然后要拍很多个动作，就是需要很多耐心。风师爷的角色几乎全部都是我在做的。规个影片只有3分外钟，也毋过了是了工，爱注意声音表情。同学讲真忝，好佳在辛苦得到肯定。摕到第12届新义儿童动画奖儿童创作组特优。评审之一的台艺大教授就总结讲，以最后30部决选作品来看，有去好变迁在地文化运动等多元题材，技术上也掌握得真好。在我大学时代很难想象说，小朋友的时代就可以拍动画。好，而且拍的真的都不错哎。动画它不只单单是一个美术课，其实它还有语文课，因为你要写剧本，不是说美术课可以引导的，需要语文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制作、电脑的部分、资讯课。合作善用科技甲媒材，也有跨领域学习。小学老师认为，动画课程符合108课纲精神。新义发现这2年收到来自各地甲离岛的儿童作品，显见动画教育伫台湾各所在发芽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有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各地气温搁在下降，民众就要穿好少，注意身体状况。要要穿少，唔但外套爱加套，围巾也着围。但工业技术研究院就设计一款电子围巾，甲发热片倒伫内底，民众会使照家己的惯势调整温度。这几个礼拜天气变来变去，16号气温搁再下降，就算穿外套、啉烧咖啡，嘛是感觉足冷的。工研院最近将发热片装在暗巾、围巾内底，开关起了，免偌久时间，围巾第3闪闪灵灵，为了阿妈棍顶悬效果真好。一般的围巾，我围起来可能要在5分钟到10分钟，我才会有暖和的感觉。可是这一条围巾我一戴上去，3秒钟我就觉得我的颈部是发热的。我前几天去赏雪的时候，然后戴这个围巾以后，就整个暖和和的。除了可以隔热保暖以外，它还可以，它里面有加热片，这样可以主动定时定量的加热提供寒冷时候的热量，这样。透过机器测量，看得出来围巾温度明显增加，而且可会使选择3种无同款的温度，依照天气悬低进行调整，上悬会使到52度。从最高红灯的52度。46度、41度这样有分段的这个设计，那可以用4到6个小时。除了通发热的暗巾，还有这款利用纳米技术开发的保暖被，透过吸收光线，甚至是人发出的红外线，提高温度，用科技来抵抗冷叽叽的天气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观众朋友，冷气团到位，台湾各地对下晡开始变加冷叽叽，气象局提醒，即阵冷气团拍算后礼拜1清早时阵上介寒，部分地区甚至会落到剩8度至9度。基隆、北海岸、宜兰、大台北地区要注意可能会上大雨。明仔载天气如何？咱做来看详细资料。北部上低11度，上悬14度；中部上低11度，上悬18度；南部上低13度，上悬21度；东部这边上低12度，上悬18度。外岛地区上低7度，上悬15度。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。
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吴昕，咱再会。Thank you.